去香港做保安考證難唔難？咁係咪僱主會幫手搞掂呢？呢啲咧就係好多想去香港做保安嘅朋友仔都會去問㗎。今日同大家講清楚，首先內地嘅保安證香港係唔認可㗎，要攞到勞工 D 簽入境香港之後再重新考。咁僱主係會連繫香港認可嘅培訓中心，安排外勞上2日嘅 QAS 基礎保安課程同埋考試。咁課程內容咧主要係職責嘅操守啦、法律責任啦、防火安全啦、應付突發事件等等，咁係非常實用㗎。考試以選擇題為主，只要認真聽課，難度唔高。考試合格就可以攞到課程結業證，再向警務處申請保安人員許可證，就可以合法返工啦。關於費用問題，培訓課程牌照嘅費用，咁一般咧係會由僱員自己承擔嘅。課程費咧大約係500到800港紙，牌照申請公辦費係大概160蚊港紙嘅。不過我哋有啲僱主咧就會幫外勞去支付嘅。咁去香港做保安雖然係辛苦，但係薪酬待遇都唔錯㗎。有想去嘅朋友仔一定要了解清楚規則，合法返工先可以保障自己。